因為有8、9年脂肪。係唔該晒咁多啦。我喺呢10日裏邊總共減咗4.7 kg 嘅，咁脂肪減咗3.8 kg 啦，內脂都減咗1，咁其實自己都好滿意嘅。咁嚟到其實到今日已經完咗療程接近1個月啦，我再翻嚟復講，再自己再輕咗2 kg。點解會嚟咧？因為當然啦，都係見到黑衣有啲廣告啦，係一啲中醫嘅概念，即係要減得健康，同埋最緊要係教你點樣食嘅，又唔會傷害到身體，幫你建立一個長久健康嘅習慣咯，就真係好好嘅。因為我覺得女仔最驚就係維持唔到，咁就嘥咗時間，嘥咗金錢。但係用呢一套方式加埋中藥啊、中藥包，加上即係職員嘅好多唔同專業嘅建議，但係點樣食，咁就令到即係嗰個效果隨住時間就會更加有效果咯。咁總括嚟講，其實我都會推介俾其他女仔嘅，因為其實好似我哋咁年紀都唔細啦，有3個仔啦，新陳代謝會慢嘅，比其他少女咁，但係呢啲方法真係好適合我哋咯，可以伴隨住啲健康習慣慢慢減，好容易好開心可以認識到你哋，甜會好易暈嘅，同埋覺得瞓嚟瞓去都覺得好攰，即係面色唔係咁好嘅，覺得又唔好夠氣咁樣啦，即係做下唔夠幾個又唔夠氣咯。但係完成咗呢10日之後，精神好咗嘅，即係就算瞓一樣嘅鐘數，個人嘅狀態都可以應付工作同埋家庭生活啦。未接觸個服務之前都冇諗過係即係減肥之餘係可以令到成個人嗰個狀態一齊去調整。嗰幾日係有啲辛苦嘅，因為始終唔慣啊嘛咁樣戒，咁但係大家都可以放心嘅，因為呢度啲同事啊，Maggie都好好，即係會教下你點樣去調整自己減肥嘅心態啦，又教下你點樣食先至可以循序漸進咁樣去到一個終極健康嘅體態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值得嘅。